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的是昨暝耶诞节暗时8点外，台北捷运绿线的车厢发生着事端，有一个男子举雨伞卡玻璃，有不少民众倒车惊狂逃命。大家完全唔知影发生啥物代志，就是对你一直撞一直走，状况相当的混乱。事后台北捷运来证实，唔是攻击的事件。另外，伫个成品南西店，有民众发现一张青色的纸条啊。面顶写讲，刷落来这几天要对更较侪人不利。这警方已经采到指纹，锁定对象。捷运的车厢内底，民众向光咧撞，还有人哭杀跋倒。车门虽拍开，所有人拢撞出来。柜台顶的民众嘛，稍无状况，就先缀咧做回走。我要发生什么事啊，各位？昨暗时8点多，台北捷运上山新店线有查甫人摕雨伞咧卡玻璃，民众看到就持无线电通报，不过有人反应较大，直接向其他的车厢走，才来引发着骚动。那时候我们完全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就是大家都很恐慌，然后大家就是一直跑，我们也是跟着跑。捷运的车厢袂输跨年散场，行李箱、牌影、鞋盒、手机啊、茶罐、雨伞，三甲满四过，还有车道的饮料，北捷紧放上来安大民众。事后嘛，甲旅客留落来物件送去北门，互人领。由警方护送该母子至北门站出站，经确认，并非攻击事故。那伫咧成品南西花开当中，佫看到一张青色的字条，顶悬用英文写，做落来几天，佫会对其他人不利，民众就随报警察。我们的朋友在看到说墙上有人贴了这个东西，看起来蛮可怕的。就是最近就已经加派这么多警力了，然后结果还出现有这样的一个纸条，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些声音出来。监视器的角度有限，目前警方会用采验指纹的方式来锁定对象，就算安尼，难免互民众惊吓。因为什么模仿犯之类的，就有很多类似那种人会出来，你会担心吗？蛮担心的，多多少少会担心吧。对，张文的事件也未平静，案情嘛搁咧查，民众嘛搁心惊惊，到底是谁挑工咧制造惊吓甲混乱？警方的神经线嘛变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